講下啲配置啦。嗱，除咗嗰啲Apple CarPlay 啦、Android Auto 啦，你仲可以見到架車裏邊其實有兩塊 mon 嘅。呢個儀表板係一個7英寸嘅 mon，咁啊雖然話唔係好大，但係佢啲信息顯示咧都係比較清晰嘅。咁再有就係呢塊10.25英寸嘅 mon 啦，你可以點開佢，你睇到佢裏邊有好多功能，包括呢個360嘅泊車啦，就有一系列嘅駕駛輔助。咁對於呢個級數嘅車嚟講，可以俾到你嘅嘢都已經俾齊晒㗎啦。講埋個空間啦，其實我哋唔會對呢啲咁樣嘅細車，或者講係呢種咁歐洲化設計嘅細車嘅空間咧，有太多期望嘅。嗱，好似呢架車，其實佢個尾箱啦，佢正常狀態下係只有290幾 lit 嘅呢個容量。後排張凳咧係支持比例扳低，咁啊可以擴張到接近1000 lit。但係呢架車咧俾到我一個細細嘅驚喜，就係呢個後排嗱，唔係話佢空間有幾闊，而係佢呢一張坐墊嗱，我唔肯定官方佢係咪有去專登去加長咗佢，反正佢依家係晾到我隻腳。我覺得長時間坐落去都係比較舒服嘅。輕輕睇一下動力啦，同 ZS HEV 一樣，用咗1500cc 4缸 NA 加摩打加1.83度電池組成嘅混合系統，4.4升油可以行8公里，綜合輸出可以去到194匹，最大扭力425牛頓米，一樣係有個3前速自動波去提升呢副引擎唔同工況下嘅運行效率。具體係點樣嘅原理，大家都可以翻去睇翻我哋 4S 嘅科技視頻嘅。雖然今日因為天氣原因未有機會去試啊，但因為呢架車其實比 4S 輕咗120幾 kg， 所以預期佢無論喺體感定係實際表現，應該都係要更加爽快嘅。翻一個好現實嘅問題，嗱，依家呢架車係賣緊22.8萬嘅，咁你對比翻依家市面上嘅一啲混能嘅細車啦。一啲日本品牌嘅有1200cc、1500cc 嗰啲，你一對比之下咧，發現呢架車係稍為貴翻少少嘅。咁喺同樣嘅配置水平之下啦，仲有就係節油表現都差唔多嘅情況下咧，呢架 MG3佢可以俾到你啲咩咧？佢係可以俾到你一個更加出色，或者講係完全唔同一個級別嘅呢個動力表現俾到你。咁你覺得咁樣值唔值？今晚就留翻俾大家攝高個枕頭，慢慢諗一下啦。咁今日條片到呢度就差唔多啦，大家記得 subscribe 翻我哋 Bitauto，下次再見。